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3月29，箴言29章23節安尼講：人驕傲，為互家己見笑；心謙卑，為互家己得到尊榮。三個來祈禱，愛願無驕傲，心謙卑，才會得到尊榮的天父。願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自有永有，無所不知，無所不能，無所不在的至權全能上帝。主啊，你的性格無人通比，你的公義遍滿全地。你的信實達到強壯，你的慈愛永遠直直。主啊，我要來高舉你的名，也要來保養你奇妙的所做。主啊，願聖靈家己常常容易驕傲，想要倚靠家己的困難，總是來袂記你，求你赦免阮內心的驕傲，互阮通學習謙卑，親像基督的溫柔謙卑甲順服。主啊，因為人驕傲，就會互家己見笑；若是心謙卑，為互家己得到尊榮。基督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